苗栗县狮潭乡不仅风景优美，珍珠石斑鱼以及水果又肥又大，可以说是特有的客家美食。这一条条宝蓝色的石斑鱼有个可爱的名字，叫做珍珠石斑鱼。狮潭乡的好水好空气，让它们个个长得又肥又大，成了客家庄的特产。因为俩个山泉水嘛，水当呛。我哋把肉煮纯粹是讲比较安嘅哈，有特别有那种饲料的有调皮膏。过去食香，肉出来硬当好食，当到那个胶质啊。狮潭乡的好水好山孕育出的不仅仅是鱼类，水果也是特产之一。同样是肉质鲜美的茂谷，狮潭乡成了产地。提奶而奶土而成，而水分，所以加个烈果了、落果的情况当严重，所以一般港中人都很频繁去种。但是加个甜土啊，可以达到17。是目前也世界上最合适的一种柑呢。当地居民说，狮潭乡的美景配上肥美的珍珠石斑鱼和香甜的茂谷，让苗栗县的客家庄很不一样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苗栗报道。新竹县新埔镇的农特产非常丰富，黄澄澄的柿饼还没有下市，紧接着高阶梨的白花已经开满山头。新埔往杨梅的路上，到处都看得到高阶梨开着白花的美景。由于花朵非常茂密，而且花型十分可爱，许多蜜蜂穿梭其间，忙着采蜜。沿线有许多令人着迷的莲花田，开着5颜6色的莲花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农民表示，由于稻米收入不好，为了生存，才把一部分的稻田改种莲花。开始讲，啲耕田已经加吼，即系种种个保育唔好啦，加营业加野蛮啦。新埔因为得天独厚，不止农产品的种类繁多，品质还非常好。有兴趣的民众不妨到新埔走走，看看莲花。民视新闻叶新凯新竹报道。行政院客委会在这个星期天将要举办西湖甘薯文化飨宴。在客家音乐的带动下，这群来自苗栗西湖幼稚园的小朋友们手舞足蹈地唱起客家童谣。叔叔阿姨也很厉害，以流利的客语说起相声。呀太祖法，呀太祖法，朱青堂上年哈，阿光堂杀头杀啊！番薯是西湖乡的农产品，同时也是早期客家人的主要粮食。希望講透過有特色嘅文化嗬，帶同當到人類都有齊啲地方，本後生人要記住將來要超越嘅記住，一本愛天嘅人來行到人嘅客家莊，來了解人嘅客家。透過控番薯，讓民眾回顧兒時的記憶。烘焙出的番薯餅，讓民眾享用客家美食。這個星期天的番薯文化饗宴，在苗栗縣西湖鄉等着你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